咱来听故事。阿霞，来啦！哎呦，这啥嘞？啊，这是，吼，这是阮遮上好的五谷啦。这种的过程哦，就单纯的，健康搁好食。我昨昏特别为别个切霜，讲啦，要好好甲你款待呢。来，袂歹，是讲阿香啊，你敢食过果子酱？还啥？你敢食过 cheese？ 你敢食过蛤蟆？蛤蟆？还啥？无要紧阿香啊，是讲吼，为着感谢你的招待，我带你来城内，保证好耍，保证好食。好啊！我从来唔捌去过城内呢。我唔信啦，对我来。阿香啊，这是果子酱，这是 cheese。每一项拢就好食款的呢。我唔知影要选倒一项啦。哎，这是上赞的蛤蟆。我尿气啊！游戏的时间来啊！身躯振动者，小等的物件会愈好食哦。免惊，音乐。Hula hula maie, hula hula maie, te ohie.真正是世界好耍啊！要等来去啊！哎呀妈！爱困。虽然无肉啦，还无趣事。不过会当伫遮安心啊安心，食家己喜欢的物件，所以你是上欢喜的啦。